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仔日是双十连假的第2天，高公局预估落南的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3倍多，而且国道1号落南伫咧桃园的路段，下晡有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塞车塞到1公里遐长。另外，伫咧天气的部分，因为锋面接近，北部东半部会较厚落雨。因为中南部天气就较稳定。为少民众趁年假期间选佚佗，毋过也是要注意路况，避免大塞车。高公局预估双十连假第2天，国道交通量是116万车公里，南向交通量达到6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今天在下午2点10分的时候，在桃园的南向路段，我发现一间火烧车。10月9号的部分，苗栗到湖口路段以及关系到大溪路段，在下午的3点。还是有一些拥塞，一直到下午的9点、10点。国五北上的部分呢，会预估在早上的10点拥塞到深夜。高公局指出，中道结了后，重点的塞车的路段是国1北向西里到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国3北向德山到中兴；国5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也有北向的宜兰到白南这路段。车到进入上北的高峰，建议民众闪开尖峰时间，也是行替代道路。另外，天气方面，因为锋面接近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地区的落雨机会较悬，中南部天气是相对稳定。不过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哦。紧接着是东北季风影响哦，因此在北台湾的降雨还是持续的。气象师说明，西北东北季风增强了后，北台湾气温大约伫23到26度，拜三温度小可回升。另外，中南部落雨的机会较低，所以讲双十迄天伫台中榜双十的烟火是未受到影响。若布拉班风台未来会向日本的南方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也袂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连假拢有上万人去到小琉球佚佗，不过所有游客直接就伫咧凉亭啊、露营、航马，甚至佮甲奥多摆骑入去，大家看到拢感觉声喊过。另外，这2日啊，苗栗的白沙屯妈祖是头一届去到嘉义市战景，有民众放菜大咧斗闹咧，结果去破掉电火条，造成失电。我旁大地凉亭来，也停几台汽车，航马用区直接到铺板长椅，休困用的凉亭啊，互游客来占用，互当地居民之不管地点都伫小琉球花班港附近。昨天看到是有3顶帐篷，但是早上来看，我是有看到2顶啊，但是后来他又说1顶起来了，把他们的机车都骑上来，他在上面，这个平台上面主动。虽然风台拄啊过，也毋过屏东小琉球会当讲无受影响，车实的假前2天，屏东人数拢超过1万人。海边定国景点4季拢是游客，连坐船过来拢爱等伫要2点钟。我是讲，我7早8早就出门啊，结果嘛是这样。人在南边出现乱象，游客乱占凉亭、露营、航拍，若引起居民不满，也违反观光发展条例，会当罚5000以上100万以下罚款。也毋过宾馆处表示会先宣导。管理处会在此去呼吁，一定要注重大家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连假天条拿伫观光区白沙屯妈祖，初7、7、8头一摆到嘉义市战景，去因大批信众一落地排队2桥卡，也毋过伤过热情也引起代志。早起有信众放有金属的彩带卡伫电火条造成杨思连开关跳脱，当地1345户徛街店头就安尼停电。大家都怕会烧起来之类的，对。那老板，你们看到是好像是彩带子造成的，是不是？对，因为它很明显上面就有缠住啊。好在在台电协保水处理，中岛进前就全部复电。也毋过台电又发提示，伫主体密集地区参加庆典时，避免使用有金属材质的彩带电布片，以免台电配电线路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下500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有要到500个人死亡。以色列的总理嘛发动报复，造成加沙地区200多个人死亡。伫咧以色列境内，也有真侪所在爆发和武装分子的冲突。美国、加拿大、澳洲，也有德国的官方，拢出声来谴责哈马斯的行动。
一声接别声炮击，在着不在火光伫半暝一直响起，光照亲像白日。伫巴勒斯坦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无差别射杀绑票民众，造成将近500人死亡了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生气表示会强烈保护，伫7半暝到7八关点用火箭袭击加沙。 למקומות שהחמאס מסתתר בהם, פועל מתוכם. נהפוך אותם לאיי חורבות. אני אומר לתושבי עזה, צאו משם עכשיו, כי אנחנו נפעל בכל מקום ובכל העוצמה. 哈马斯表示，对以色列中部南部城市发射5000粒的火箭，造成真侪以色列建筑崩溃，搁伫海陆空三边进入以色列，袭击以色列边境军事基地，绑票士兵，搁偷偷去南部城市斯德洛特的庄仔头沿途杀害民众。暂时以色列伫国内超过20地区，甲哈马斯展开激烈的战争，派出数十只的军机对加沙走廊空袭，互真侪建筑倒去。另外，海军部队搁伫南部海岸附近阻击数十名想要为海捕登陆的哈马斯成员，而且开始动员征召数千名的后备军人。国防军是组织甲战车开往边境驻守。伫社群媒体面顶，阁一直有传出有以色列公民和哈马斯绑票的卫兵，讲因甲加沙地区以色列人拢掠着啊！以色列国防军将发言人康里克斯证实，和绑票以色列国民数量是真济，是过去毋捌有的数字。对此，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欧洲总理艾班尼斯、甲德国外交部长等等，欧美国家拢谴责哈马斯的行为。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steht solidarisch an der Seite Israels. Israel hat das völkerrechtlich verbriefte Recht, sich gegen diesen perfiden Terror zu verteidigen. 拜登表示，美国会甲以色列徛伫共一个阵线，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手段。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嘛表态，会用各种外交手段协助解决争端，避免冲突扩大。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以色列即马开战，目前咱台湾抑阁有3个旅行团，拢总74个人，抑阁伫咧以色列当地。毋过离战争的所在真远，人拢真平安。业者嘛，当咧安排因提早转来，只是有的班机取消，所以有部分游客抑阁调伫咧机场等待。机场航班看板显示，未少国际航班已经被取消，有等待旅客伫机场大厅困，也有人坐伫椅仔顶面困。以色列伫来维护国际机场，受当地经济紧张的影响，航班全部被拍乱，报到柜台前排队排真长。这是到当地参加大边节大游行的台湾旅客所翕的画面，一行人原定所坐转来台湾的班机，因为战况不明，被安排提前来起飞。旅客讲，伫机场外口看到避难处所在告示牌，伫因离开进前，当地机场来回耶路撒冷公车拢照常来营运，市区是无啥物人。另外，观光署掌握咱国即有3个旅行团伫以色列，总计74人。旅游景点离战争的所在较遥远，旅客拢平安。啊，那详细旅行社29人有月伫7八转来台湾，不过因为期间普遍延误，伫来维护机场等待。尽快的把团员呢，通通都会让他们离开危险的区域，或者是赶紧的回来台湾。那后续呢，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危险因素，所以各家的业者的旅行团应该也都会暂停的来发团。乒乓协会讲，以色列团以顾问名为卖点，因过班机少，费用悬，伫台湾市场无单，受战争影响，业者已经将商品收乱。观光学者分析，旅游团拄着这款突发而且严重事件，业者必须依规定通报观光署、甲自外机构，建议散客也要甲自外单位联络，请求协助。那只要散客在发现当地有一些情况跟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跟驻外管处去做联系，以便于驻外管处掌握这个相关人数，机位调度或者是采取包机的形式。学者提醒，自由行旅客出发进前就要准备好驻外单位的紧急联络电话，也就是参加团体行，嘛要确认业者是合法登记的旅行社，业者会被规范交这旅游保证金，甲为旅客投保，万一拄到突发状况，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阿富汗西部城市伫当地初七晚头时阵，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有几10栋人家厝隆重崩起，至少有2000个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而且阁有真侪间地动尾，互民众行甲拢留伫咧街仔路，唔敢入去建筑物内底。
并将坐伫倒去的厝边啊，个囡仔行向倒去的建筑，想要抢救个人的物品。中亚国家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省西北边40公里的所在，萨布兰川当地测试早起11点左右发生规模6.3的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造成真侪客家倒去毁损。میامدن در سرای میجه بس داده موتور چیز میکردن این تفلک میبردم که این غذا بده به کلینیک میبردم خب این موتور رسیم گاز بکند پسی برای بخونه خدمه مادر خو که برف به خونه من ساده بوده همین گرومباز شده و دلیک پای صدا نکنه این گرومباز که باشد بس با خونه هم بلیم 地震发生了后，伫短短几点钟内底，一个连续发生规模4.3到6.3的真侪界地震，互伫震央附近的数十栋厝拢正做平地。而这个强烈地震嘛，影响到新府赫拉特市，真侪建筑的砖架是落甲满地拢是，外民众惊到早起行路，唔敢进入建筑。مریضایی که به شفاخانه آورده شده از طریق شخصی یا از طریق ایراد آمبولانس خدمات اولیه ابتدایی اساسی برای از اونها ارائه شده و تمام دعا و کتای عاجلی که در شفاخانه موجود بوده به دسترس از اونها. به طوری که شما می‌بینیم این خدمات هنوز هم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نوز هم از اطراف و از ولسوالی‌ها متاسفانه بعضی واقعیات به شفاخانه آورده میشه. 伫赫拉特省隔壁的法拉省甲巴德吉斯省，嘛发生客家大规模的受损。阿富汗的红星月会暂时已经组织紧急应变小组，甲志工要去灾区协助救灾。而当局的灾害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各个死亡人数会大量增加。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镜头转来看国内，最近查到国内业者用进口的猪肉，有染到美国的猪肉煞无标示互清楚。食药署宣布，自即马开始要恢复所有进口的猪肉拢总爱查验，若是无老实标示的厂商，因就会移送法办。新北市卫生局到餐饮业者店内稽查，阁查到7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有问题，包括三顾茅庐、好事锅、甲郭台铭等业者，其中3间是完全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4间业者是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拢互卫生局公告搁开罚，无标示会当处新台票3万至300万罚款，标示不实上当罚400万。那要保存食品来源以及流向的证明，以被卫生单位查核，并不得有不实的标示的宣称。边境恢复实施猪肉逐批检验，病逝状况再做调整。对各地卫生局一直稽查出进口猪肉疑似生产地个案，食药署宣布即日起恢复进口猪肉搭配查验，这也是开放美猪进口初期，为搭配查验放年会抽检了后，隔4年搁恢复100%的查验。进口猪肉产地引起疑虑，有部分民众感觉也是到市场买本地温体猪较安心。冷冻猪我比较不喜欢，我喜欢传统市场买的。我们养的哈比较扎实的，他们那个肉好了，卤起来很烂，会烂烂的。卖台湾温体猪的番仔为早起生理是无停过，业者讲受到进口猪生产地疑虑，这几天生理真正较好。那对比去年同期，过来毛猪的计数，迄当时每公斤平均大卖价是85块2角3，那今年10月初起，大卖价已经来到96块1角9。记者综合报道。昨是连假的头一天，车侪状况嘛侪。伫咧高雄中山和凯旋路口，就有几啊台车着急要挖，结果拢总客做伙伫咧等红灯，佮去占用着轻便铁路，害列车无法度行。这款阻碍交通佮无让捷运车辆的行为，上当依法会当罚7500块。当会 delay 啊！汽车游览车客伫路口等红灯，真少看有几台车搁占着黄色铁基路区，造成后壁轻铁的车根本无法度过。高雄轻铁前定之起站附近的路口，初7连假第一天发生安尼离谱的状况，汽车若想要转弯，无注意距离，造成违规挡伫铁基路顶悬。行至有号志之交叉路口，遇有前行或转弯之车道交通拥塞而进行，驶入交叉路口至号志转换后仍未能通过，妨碍其他车辆通行，这部分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唔若妨碍其他车通行会使罚，发现轻铁车辆的声号也是货煞无让，嘛会使以道交条例处1000以下的罚款。另外，搁涉犯大众捷运法第50条，违者可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视情况开罚，或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
处30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等于到事发的中山甲凯旋路口，铁基路边的停单区范围无大，单一车道大概2台车就停满，第3台车搁过来，但会使停伫铁基路顶悬。骑机车的民众表示，这种状况平常时都常常发生。绿灯快没有了，他就抢绿灯。那抢绿灯的时候，刚好有碰到车子，这样就会塞住。他那个地方应该有几个比较交通警察这边先指导。中山凯旋路口无分边假日车流量拢一直袂少，高铁公司甲警方嘛建议驾驶，若发现头前路口已经有车伫等，千万唔通搁向前对车，以免阻碍交通搁受罚。记者陈环宇、陈显坤高雄报道。前几天啊，风台小犬扫过，伫咧南市有透17级的强阵风，当地到今搁继续咧救灾甲摒扫，而且还阁有3个社区大约900外户无电通好用。台电表示，因会拍拼伫咧民营11点进前恢复全面供电。国军和民间合作，伫咧开关港沉落去的所在，开关港甲沉落去的船拢总吊挂上花。台东县环保局嘛调派真侪机构来斗清废弃物，还阁有40个官兵入去到校园内底协助整理环境。一届的风灾拢总造成南市当地有2423户失电，台电目前也搁咧抢修，希望民仔营会当全面恢复供电。一届小犬风台敢若透大风，无啥落雨，造成加严的风渗甲真侪农作物出现那像臭灰大的状况。嘉义县府和农改场昨着电开会勘，初步估计受损的建造面积有到397公顷，受损的金额有到739万。当咧大个番仔球，叶仔唔拿冷去，甚至拢乌乌，亲像臭灰大共款。农改场人员讲，风台了后雨水无够。花南的海风甲食物拢扣打去，所以才有败残的状况。建议定静会较好。看你要顾嘛，你也要顾，你就是走一半嘛，你也要去顾，差不多到20%呢，超过啊。除了落草以外，布地、铺子、落卡拢有农作物，因为这有盐分的小风出现烧伤情况，立法委员就邀请县政府甲农改场到现场来了解状况。有苦瓜，有西瓜吼，有其他2期的水稻。还有迄个硬菜花，因为这个风个带有一点盐分啦吼，规个扫一个全部拢打扣去安尼。伊这硬菜有几啊煮花，毋过煮完即水花起，伊长个湿哩，伊来就收成就加足歹，纯煮煮就无法度成型啊。嘉义县农业处表示，除了农作物以外，嘛有一寡农业设施有损害的状况。目前县内初步统计，农业损失面积是397公顷，损失金额是739万，会赶紧来进行农损调查，希望协助农民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中华鹿港一搭咧卖鱼丸仔汤的店，有人客看到头家和头家娘咧冤家，想要甲因做公亲煞变事主，互头家破烧汤烫着伤。毋过头家嘛翻头指控是即个人客咧占伊的食材，毋才会起批面。受伤的姓氏查某人家己坐上救护车，因为面这边经过头家手骨，互烧汤圆的汤破着。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后，就赶紧将人送医急救。那向伊破烧汤的是鹿港天福宫附近一间小食店的头家，警方第一时间就去处理。老板就一直骂老板娘，骂，一直骂我弟就说，不要这样子。结果老板就回我弟说，老婆是他在骂的。姓氏查甫人的阿兄表示，初一早小弟到这间小食店买两碗汤，看到头家大声骂头家娘，小弟就去苦劝，煞互头家骂，后来就用卡拉开烧汤解破，而且事后头家的态度也无好，家人才决定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小食店头家反抗，姓氏查甫人迄当时一直叫垃圾灰啊，而且佮弄害拖车顶的食材，伊才会反击。我来甲倒咯，咱甲车啊几高啊，不做了，专门下面包啊，不拼，我退油汤我怎个做？老板与老板娘有工作上的问题，客人介入劝和时遭老板怒骂，该名客人徒手拨弄摊放上至鱼碗，并将汤丢指回摊位。老板便持汤勺将热汤泼洒至客人身上。警方表示，双方因为冤家纠纷造成姓氏查甫人面甲这边肩胛头有误拍面积2度烧烫伤，受伤民众有提告专案以伤害罪嫌函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快来关心明仔载有未来3天的气象。
剩40个人。北部地区25度至28度，中部地区25度至32度，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东部地区25度至30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